那我们这边 V1 到3楼有4个楼层。那我们 V1 有多功能教室，还有瑜伽教室，还有桌球教室。那我们1楼是全国运动中心唯一有格斗主题的。那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比赛级的8角笼。那我们还有一个软垫区，像我可以说柔道啦，或者是那个巴西柔术。那我们还有拳击沙包区，这边是一个非常好，也是南部最好的一个格斗场地。2楼是有我们的心肺有氧区，就是跑步机以及划船机，还有脚踏车机。那还有我们的机械式器材，那我们的器材也都是使用5星级的一个器材，最好的器材。那我们还有一个飞轮的教室。3楼有一个综合球馆，那我们有羽球以及篮球，还有排球。那羽球也拥有11面场地，也目前是全台南市最大的场地。那我们篮球有一个 NBA 认证的篮球架，114全中一在台南，我们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比赛场地。那希望未来我们除了在竞技运动以及休闲运动、全民运动，我们都可以来为台南市民做一个很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过去在要办这个中央补助国民运动中心的时候，就是说人口要满20万的区才可以。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赖清德前市长的时候，那时候中央只补助一个永华运动中心。那之后呢，要在全民运动馆，中央台南市只补助2个，也就一个在新营一个在安南区。那接下来我们台南市要靠我们台南市自己，所以不管是永康全民运动馆，或者是未来在仁德在其他的地方其实都要靠县市政府自己的财力自己的经费。那我们就想到了可以跟这个教育机关来合作，因此我们跟国立台南高商合作把他们这个学生这个使用的范围之外，可以提供给社区民众来作为一个全民运动中心的一个建制。那可以看到这里场地非常好，那也可以提供给市民朋友们周边的这个社区朋友们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场所，不管是重训，不管是球类都是非常非常适当的。这个费用是由台南市政府负担来这个建制这些非常好的设施，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台南国立台南高商，也非常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能够让我们一个又一个的全民运动中心的一个一个设立。那之前已经有新市，我们跟远东大学合作，那接下来又有跟长荣大学合作。那现在是跟国立台南高商合作，那未来我们还会建设更多的全民运动中心，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市民朋友们一个可以运动而且评价非常亲民的一个好的一个全民运动中心。了是今个欢迎收看7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但是今年做节日会，文化局规划了节日会正青春艺术节，对今仔开始到8月11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伫今年以逐梦作为主题，有14场的系列活动，包括剧场的表演、展览、讲座等等，相当多元，邀请青少年朋友踊跃参加。跟着我们一起逐梦，走在逐梦的路上。台南市长黄伟綽甲文化局长郑思燕等贵宾共同替节日会正青春艺术节来开幕。这节日会是台南人承认的传统习俗甲记忆。今年迈入第10档的节日会正青春艺术节，结合看戏、做戏、市集、甲歌舞等系列活动。让青少年透过无同的方式参与表演艺术，用无同的方式当大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其实是我们会给参与的学员比较正式的这种表演艺术的课程。那事实上，这个艺术节最后的压轴的高潮，也是这一些青少年最后来演一出自己的戏。
从幕前幕后，然后他们来做，都是由青少年来执行。其中青少年伴戏计划已经成为艺术节的品牌节目，是由专业师资带领青少年进行剧场培训，培养出未少相关领域人才。今年以筑梦做主题，头摆加入世界艺术活动。同时也搁规划伴戏杂档等等。那我们其实不只是关注表演艺术啦，那今年譬如说嘻哈、饶舌这一些年轻人关注的这些表演艺术呢，其实也都是我们正青春艺术节当中的一部分按给你文老策展市集也就是透过这一些不同的文化活动让青少年能够在这个暑假然后他们可以绽放跟表现自己的活力跟创意，也希望。我们接下来16岁成年礼也会扩大举办，跟更多的地区、更多的行政区、跟更多的学校来合作，来希望让台南市的市民朋友们、年轻朋友们都真是一个人生唯一的一次16岁成年礼。活动时间持续到8月11号，内容丰富各多元，欢迎青少年朋友踊跃参加。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但市政府2天前向国防部申请各种退役军机等时，除了利空管村甲德阳镇园区以外，其中伫安平港区历史公园有6台陆续组装完成。除了见证军机的战斗、救护甲教练等历史，嘛要借此建立全民国防教育。为伫安平港滨历史公园内，对5月底就陆续出现侪军机的组装。根据了解，这些军机拢是过去担任战斗、救护甲教练等重要任务。现在退役以后，市府文化局向国防部申请电视核定，伫港滨遮就有6台进驻，引起民众好奇，特别伫暑假期间，加入为参观的焦点。就是我其实蛮喜欢那些，就是飞机。蛮喜欢的。我们教会在那边，然后有时候就会经过，然后就会经过的时候就会去看一下。其实因为是在海边嘛，然后大家只会想到船，可是把军机摆到海边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冲突性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点子耶。因此，为了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嘛对军事文化资产保存尽一份心力，包括战斗机、教练机、甲搜救直升机等等，拢是对高雄、公山、花莲、甲嘉义等基地送来。其中每天嘛特别高调见证，邀请民众做回来参观。那也希望说市民朋友们来这边，除了可以带孩子来，来做一个基本的国防教育之外，那也是算是一个科普的教育，那也可以一起来向国军致敬，那也来表达我们心中这个对国军崇高的敬意。文化局将军事文化资产放伫安平港滨历史公园，特别伫台南400节区，不止符合安平港作为台南甲国际交流有重要海上门户的历史意义。当然嘛，希望借此互民众认识台南的历史文化，提升安平观光的效益。整个安平其实是一个军事的遗址密度很高的地方，义载金城、安平古堡其实都是军事的遗址所以我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从一个军事的文化资产的一个长时间的角度，从400年到现在，能够贯穿出一个主题这个是这6架的军机在那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去讲求全民国防的时刻啦我觉得其实能够提醒这个国防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我想大概是从这些综合的考虑来规划这一次的这6架军机的展示。目前市府主要先进驻空军退役飞行机，未来嘛将邀至陆军退役战车，加上现空的德阳舰，就是海军、陆军甲空军全部到齐。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台南市身心障碍人数目前大约99000多人，其中肢体障碍将近到3万人。为了服务这群弱势，台南市目前有155台小型、有1台中型的富康巴士，多数拢是由民间来捐赠。其中新丰赛主会的捐赠3台，希望帮助市府汰换10吨以上的老旧车辆，相当甘心。
为了响应台南市照顾弱势优先的理念，新丰赛主会对111年开始到今年7月这台已经捐赠3台富康巴士，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新众朋友。所以社会局特别伫永华市政中心举办捐赠仪式，市长委托嘛亲自出席，代表市民受赠，并回赠感谢状予第16届会长阮连通，感谢因长期热心公益，甲市府合作照顾弱势。市府买将新的富康巴士来汰换10吨以上的老旧车辆。150天里面，然后这个使用了12万6千次，每一台每一天大概使用8次，你可以知道它使用的频率是非常多的，耗损也是非常大。所以很谢谢各位，也谢谢新丰狮子会，也谢谢300亿万区的各位领导师友，谢谢第6专区，谢谢第12分区，我们也会继续努力那市府的预算加上我们来自民间的善行，能够成就非常好的这个事情。因为台南市幅员比较大台北市的面积277平方公里，台南市2200平方公里，所以说台北市8倍多，因此我们急需要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们许多年长的朋友。拢讲来捐3只出去，为着要纪念因遐长辈来对咱这个做小服务。其实咱即马因这富康巴士对咱这社会真正，咱即马坐轮椅，咱这个足方便的。尤其咱即马坐轮椅的人，嘛当去上班，因嘛当讲过来办公拍电脑。是啊，你有这富康巴士咱家来家大部因嘛减轻的负担，因会继续搁上班来维持家庭。消局说明，目前台南有155台小型甲1台中型的富康巴士，这些车多数拢是民间捐赠，所以民众伫上午6点到暗时11点，若需要接送，要先卡预约电话：永华甲溪南区卡2975678，溪北卡6328899。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为了减轻患者因为腰脊骨或者是脚老虎的痛痛，先代昆山骨外科院长李生仁的推荐用游泳来复健，对着减轻痛痛相当有帮助。不过因为未少患者未晓游泳，所以院长嘛利用鱼类浮标来教患者有3招，只要2-3摆就会晓游泳来复健。伫个骨外科医师李生仁的指导，包括院长夫人甲2名患者，靠着鱼类浮板甲蛙鞋，就用个轻松来回游50公尺。患者邓小凤因为进前车祸韧带断去，不管是靠走路，或者是骑自行车来复健有限，因此医师建议伊来学游泳做水疗的复健。但对着将来未晓游泳的患者来讲，邓小凤伫个第3届学习，就会用个轻松伫个游泳池来做复健。甚至连未晓游泳的院长夫人，还会用个来欢度伫月潭。很谢谢李医师推荐我一定要用水疗，他说水疗是最没有伤害，而且它的效果是最好。那我今天是第3次游，那我觉得真的很谢谢我们李医师他很细心的引导我。第1天练的时候会很酸痛，可是第2次、第3次以后，我就觉得每天都非常好睡。那好睡对我的身体来讲，它抵抗力就会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个水疗真的帮助很大。很棒，是很好的运动。游泳学了一辈子也不会换气所以也是很怕水的人。那我先生李医师就鼓励我用这个方式。那后来发现其实你只要没有换气的压力那你在水里就可以非常的自由自在那所以我已经用这个方式已经成功泳渡日月潭，可能有数不清几次了应该有10几次以上那所以大家都不相信，其实我是不会游泳的人本身是骨外科的医师李生仁，靠着鱼类浮板甲蛙鞋，结合浮潜、深潜甲自由式的游泳特色，自创3招，包括趴式、仰式甲坐浮标顶，运用水的浮力、助力甲压力，
推动水中治疗的效果。水中这个游泳复健名称我是称它叫混合式游泳。为什么混合式游泳？因为它集有好几种方式还有一些辅具加起来。那这个游泳方式因为我是骨科医师啦，所以面对很多病患脊椎的啦、髋关节、膝关节，术前、术后，或者一些体型比较稍微体重过重的这些病患，那我们都会建议病患什么运动最好？水中复健最好。但是病患呢常常就是回答说他不会游泳，那怎么办？他又必须要靠这个水中来复健，所以呢我就研发这个方式把几个技巧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混合式游泳。在水中的复健里头，因为水有3个特性，有浮力、有阻力，还有一个压力这3个特性呢可以让一个病患事实上会获得很好的一个水中一个治疗一个效果。那对于这个筋骨方面的训练，因为它有浮力的关系，所以你在水中呢，你承受压力，比如你脊椎骨，你在陆地上承受是50-60公斤，或者你体重的3倍，哇，那这很重，对不对？到了水里头，因为浮力的关系，你承受重量非常的轻微。那你在水中要运动，它有阻力，所以无形中在这运动中不伤你的筋骨，又可以强化你的筋骨，这是很好一个运动方式。这种混合式游泳对着未晓游泳的患者，先对拍死，靠着绳来牵引，接续还有在浮板训练平衡，最后克服困难，就用个靠着浮板来游仰式。医师表示，对着骨骼、关节或者是肌肉损伤、退化的患者，游泳是上好的一种复健运动。伊嘛真感谢台南市立游泳池，特别设立水中复健的专用水道。互患者唔免甲一般的民众来抢水道，使用时嘛比较较安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有关负压空水的征地发展已经超过50档，对此台南病院进一步说明，在照顾换皮手术以后的慢性空嘴，嘛证实会当改善肿痛，促进皮肤组织的新生，让空嘴会当赶紧好起来。台南市一名80岁的长者，因为脚去互油汤烫到，造成3度的烧烫伤，合并有感染。伫卫福部台南病院做完植皮的手术，原本需要1礼拜倒伫个门床顶，才用个互植皮来稳定愈合。后来病院评估，搭配负压装置照顾植皮的手术空嘴，患者伫个3-4天就会用个来落床。我们的伤口就是要先评估它有没有感染，如果有感染，一定要先把感染控制下来，那才开始去养肉长肉这样子。那很多是慢性的病人，我们常见的4大慢性伤口，像糖尿病的伤口、压疮的伤口、动脉或静脉的溃疡，这些病人因为他本身疾病的关系，伤口容易有慢性的发炎，那我们会先用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个慢性发炎的情形，先把病因照顾好，那再来针对伤口做进一步的处理。这样负压伤口治疗是一种敷料辅助伤口的方式，它用一种特殊的海绵整个包覆在伤口上，然后会用特殊的膜把它整个密封起来，接出一条管子。到机器或是到我们病房的设备的负压，它会连续24小时的一直抽吸，让整个伤口处于一个密封然后负压的状态。那它主要是可以让伤口周围消肿，那也可以促进它的肉芽组织还有表皮的新生，对伤口的愈合，在不管急性伤口、慢性伤口都有帮助。医师表示，如果碰到烧烫伤，除了将压冲、脱、泡、盖、爽的口诀，避免空嘴的恶化。另外，如果空嘴3-4礼拜也无法度愈合，医师嘛积极评估做重建。至于负压空嘴装置，对着植皮手术后，照顾嘛会用来改善品质，但还是要经过医师的评估，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淡市教育局结合幼儿园教师甲营养师推出幼儿饮食营养教育的相关教材，来教小朋友对细汉地当认识六大类食物的营养，培养正确的饮食观念。营养健康的就来，每天早晚1杯奶 ，Every day， 每天水果全口大，还有菜。可爱的幼儿园小朋友在台上唱歌跳舞，每句歌词都和健康饮食有关。学龄前是饮食生活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台南市全国首创发表幼儿饮食营养教育。他们的饮食行为习惯如果能够从小养成，尤其是吃原态性的食物，还有呢均衡饮食，从小就养成不会偏食的习惯，那也知道各种营养健康的包括水果啊，包括蛋奶啊，包括鱼肉的一个适当的分量。实际来到仁德幼儿园，幼童会自己煎蛋，做坚果优格，将不同类型的食物放到餐盘当中，更将新鲜水果做造型摆盘，避免幼童挑食。这个我真的教案以国民健康署我的餐盘为目标，教幼童分辨6大类食物，认识加工食品、含糖饮料等生活周遭饮食对健康造成的负担。我们先导来，比如讲先用过模型，或者是故事故事红仔册，互囡仔先去看，先有迄个概念。有当时还倒去厝里，叫伊看厝内面爸爸妈妈拢安怎煮这物件，你拢平常是食寡啥？所以老师会设计学习单，设计学习单，互囡仔个家长倒去记录讲，阮今仔日厝里食啥物，阮再过来透过这个学习单，来检查讲，因这物件有营养无？台南市教育局除了提供教案范本给幼儿园，也会编写幼儿园餐点作业手册，建立餐点制作流程以及幼儿餐点设计。为了孩子的身体健康，希望幼儿园和家长一起合作，培养幼儿正确的饮食习惯与均衡饮食。记者收怀台南报道。基隆伫北宁路的条件公园，因为6月曾经发现崩山，虽然抢通，不过店家业绩已经落尾一半。利用这暑假，基隆市政府嘛祭出观光的促销，只要7月31号进前到公园周边的特约商店消费满300，就当参加抽奖，有 iPhone 手机啊，加意大利机票等大奖，相当好看。北宁路潮境公园入口月初发生土石崩落，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7月底前，民众只要到潮境公园周边特约商店消费满300元，就可以获得摸彩券。消费券，那今天总共800元会赠送领2张。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奖品总价值超过30万元，有机会抽到 iPhone 手机。意大利罗马及北海道机票14号推出以来，第一波已经被商家领走2万张摸彩券。那当然，但更多人会想要问，那透过这样的摸彩券可以有什么奖品？那我们其实市政府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包括出国旅游，还有 iPhone。那我们自己也会增加很多的回馈券，包括免费的体验券各式的餐点。有关振兴潮境的方案呢，那我们现在目前发的这个摸彩券呢，那其实发的非常的踊跃。那我们产发处也会再加印2万张的摸彩券，然后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尤其我们暑假都快要来临了，然后欢迎来潮境这边来我们这边业者来做消费。振兴方案才推出不到1周，摸彩券领取相当踊跃，花300元就可以拿到1张摸彩券，有机会摸到手机、机票大奖。海科馆也推出了6月30号前全馆门票半价抽奖大放送优惠，希望这一波及时雨能够弥补商家之前损失。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收看7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